自從上次24蚊嘅鹹蛋黃焗海蝦賣爆咗之後，澳門海鮮大排檔額外推出新品啊 ！Let's go， 帶大家去睇下。呢個金黃色嘅蝦球一上嚟就聞到好香嘅黃芥末味哦！哇，你睇下幾大隻？鮮鮮甜甜，唔錯唔錯。第二個同樣係蝦球，不過呢個係吉列蝦球。哇，你睇上面裹滿晒師傅秘製嘅沙拉醬哦！一啖一隻真係好滿足啊！呢兩個菜酸酸甜甜，小朋友絕對中意食哦。最後一個呢，就係海參麻婆豆腐啦！哇，上面都滿晒海參啊！豆腐好嫩滑，海參都好大咬。食入口麻麻地，又唔係好辣喎。呢個辣度相信好多廣東嘅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哦。還有78月份金湯佛跳牆和168條手臂那麼粗的紅燒百花釀海參。唔單止啊，呢度仲有好多鑊氣嘅小炒，澳門特色北煲生猛海鮮應有盡有啊！而且而家仲有77袋100嘅代金券哦，位置就喺舊葡京隔離。嚟澳門玩嘅朋友記得嚟試下哦。